小姐呀，十月八月七八节，离这一月三里里，青娥放开豆腐店，早把家走许多心，我家许大年18，自己上边开荒营，小妇人家少离地，十万不怕难为情。啊！一层光阴一层金啊，曾经难马成光阴，花枝瓜苦苦归不美啊美心啊，等到那神啊翅膀去嫁人。他想的有我一模样，可见得年轻才不是一青春。他说是在娶我房，让我来当听州文笔。姑娘，来。哦。姑娘啊，请我房是个好地方，一颗子值着多少有名人。莫非他有一把我来打听，让我来难谈难这生意，小弟呀，东边这个早上牛，西边这个几家军。南边这个上天快，北边这个李大人，草、席、树、梨，谁是没有姓周的？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他为我不抢走府里，我实也想问，难为情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一户人家啊？姑娘，那早前生你的后年里。哦，你说的是后年啊。后面这个富娃大师，前面这个陈世民，左边这个王地祥，右边这个冯医生，那边这个陈虎郎，对面这个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是要当天的有名人家。哎呀呀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？你快说。对面有个好人家，家中才子最不比。江南才子最文笔，他的为人的苦自己。小姐是这关心门，下来的个就是
亲，啊为何走到你来又到